準媽媽嘅健康飲食。隨住胎兒逐漸發育，準媽媽嘅營養需求會逐步提高。準媽媽嘅飲食要均衡，揀選各類營養豐富嘅食物，但係要避免進食過量而引致體重過度增加。同時亦要注意食物安全。啱啱有咗 BB， 食乜嘢好呢？懷孕頭3個月，準媽媽唔使刻意增加進食份量，但要揀啱食物。日常飲食要包括5大類別嘅食物，即係穀物類、蔬菜類、水果類、肉、魚、蛋、乾豆類同埋奶類及佢哋嘅代替品。懷孕初期，胎兒嘅器官正在成形，準媽媽對葉酸同碘嘅需求大幅增加。攝取足夠嘅葉酸有助預防胎兒患上神經管缺陷。建議準媽媽喺懷孕頭3個月，每日服用至少400微克葉酸補充劑，同時多食深綠色蔬菜、水果同豆類等含豐富葉酸嘅食物。胎兒生長同腦部發育必須要有足夠嘅碘，但透過日常飲食攝取嘅碘份量未必足夠應付懷孕期間嘅需求。建議準媽媽每日服用含碘嘅孕婦多種維生素及礦物質補充劑。煮食嗰陣亦可以用加碘食鹽去代替餐桌鹽，仲要揀含碘嘅食物嚟食，例如海產、海魚、雞蛋、牛奶、芝士、乳酪、紫菜等等。懷孕期間有啲乜嘢唔食得呢？攝取過量嘅咖啡因不利胎兒，所以準媽媽要避免飲用能量飲品，盡量少飲咖啡同濃茶，每日唔應該超過1杯。懷孕期間唔好食用未經殺菌嘅牛奶及奶製品，同埋冷凍嘅即食食物，例如魚生、刺身、凍食肉類等。呢啲食物容易受到李斯特菌污染，準媽媽感染李斯特菌有機會導致流產或者令胎兒出現嚴重健康問題。至於海產、魚、肉、蛋類同新鮮蔬菜都要徹底煮熟先好食啊！準媽媽千祈唔好飲酒同吸煙，為胎兒着想，家人亦應戒煙，營造無煙環境。踏入懷孕中期，準媽媽應該揀邊啲食物呢？攝取足夠鐵質有助胎兒發育同埋預防孕婦貧血。呢個階段，準媽媽要多啲揀鐵質豐富嘅食物，例如深綠色蔬菜、乾豆類、肉類、魚類等等。乾豆類、肉類同魚類亦同時提供媽媽同胎兒所需嘅熱量同蛋白質。準媽媽揀魚嗰陣有乜嘢要留意呢？魚類含有對胎兒腦部發育同視力發展好重要嘅奧米加3脂肪酸，油脂較多嘅魚類一般含有較多奧米加3脂肪酸。準媽媽要注意食物安全，輪流進食唔同類型嘅魚，避免偏食某一種。記住唔好進食大型獵食魚類，因為佢哋含有較多嘅水銀，會損害胎兒嘅神經系統。有啲準媽媽會覺得食極唔飽，點做好呢？懷孕期間有啲準媽媽會比較容易肚餓，要增加飽足感，準媽媽可以少食多餐，同慢慢食。正餐之間揀營養豐富而低脂同低糖嘅小食，例如一份新鮮水果、冇加糖嘅乾果、一盒低脂奶或加鈣豆奶。正餐可以揀糙米、紅米、全麥麵包等全穀類食物，同埋食多啲蔬菜。呢啲食物食用纖維較豐富，不單止可以增加飽肚感，亦有助減少便秘。不過高脂、高糖食物同飲品間中試下就好啦。如果準媽媽唔飲牛奶，點樣攝取鈣質呢？準媽媽每日需要進食2份奶類製品。如果飲唔到牛奶，可以揀芝士、乳酪，又或者加鈣豆奶嚟代替。日常飲食方面，亦要多揀鈣質豐富嘅食物，包括板豆腐、深綠色蔬菜，可以連骨食埋嘅魚等等。
維他命 D 有助鈣質吸收，促進媽媽同胎兒嘅骨骼健康。準媽媽要外出活動，接觸陽光，等身體製造維他命 D。至於飲食，揀油脂較高嘅魚類、雞蛋，添加咗維他命 D 嘅奶製品、豆奶等等，都可以幫助增加攝取維他命 D 㗎。準媽媽要揀營養豐富嘅食物，配合適量運動，維持良好健康狀態，為 BB 出生做好準備。如果準媽媽對營養方面有疑問，可以諮詢醫護人員。想知多啲有關懷孕期嘅飲食資訊，歡迎瀏覽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網頁 www.fhs.gov.hk。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製作。哺乳媽媽嘅健康飲食，母乳提供天然嘅營養俾 BB。哺乳媽媽維持良好嘅飲食習慣，既可保持自己健康，又可以滿足 BB 嘅發育需要，幫助佢健康成長。哺乳媽媽應該食啲乜嘢呢？哺乳媽媽每日嘅飲食要多樣化，包含5大食物類別，即係穀物類、蔬菜類、水果類、肉、魚、蛋、乾豆類同埋奶類同佢哋嘅代替品，嚟攝取足夠嘅營養。為免體重過度增加，媽媽需實行低脂飲食，肉類要去膏同去皮，湯品就要去油。媽媽亦要補充水分，多飲水或清湯，盡量少飲甜嘅飲品。哺乳媽媽需唔需要營養補充劑呢？碘對 BB 發育非常重要。缺乏碘唔單止影響 BB 腦部發育，亦會影響媽媽甲狀腺素分泌。單靠日常飲食，一般難以滿足哺乳期間媽媽對碘嘅需求。建議哺乳媽媽每日服用含碘嘅孕婦多種維生素及礦物質補充劑。選擇補充劑嗰陣，要留意標籤上嘅碘含量啊！飲食方面，全家人亦要進食含有碘質嘅食物，例如海產、海魚、雞蛋、牛奶、芝士、乳酪同紫菜。煮嘢食嗰陣，選用加碘食鹽代替餐桌鹽。油脂較多嘅魚類含有較多有助 BB 腦部同視力發展嘅奧米加3脂肪酸。建議哺乳媽媽一星期食2到3次唔同類型嘅魚。但必須避免進食大型獵食魚類，因為佢哋含有較多嘅水銀，會損害 BB 嘅神經系統。如果哺乳媽媽唔能夠食魚，可以考慮服用奧米加3脂肪酸補充劑。餵奶期間覺得肚餓，可以揀乜嘢小食嚟食？哺乳媽媽可以揀營養價值高而低脂同低糖嘅小食，例如含豐富鈣質嘅低脂牛奶、原味乳酪或加鈣豆奶。全麥麵包就有豐富食用纖維，而番薯、粟米、水果等就可以同時提供食用纖維、多種維他命同礦物質。至於煎炸、高脂、高糖嘅小食，應盡量少啲食啦。餵奶期間有乜嘢唔食得㗎？除咗唔好吸煙，哺乳媽媽亦唔好飲酒，避免酒精透過母乳傳俾 BB。由於咖啡因可能刺激到 BB 嘅中樞神經，哺乳媽媽需要限制飲用咖啡同濃茶，或者用脫咖啡因嘅飲品代替啊。咁哺乳媽媽使唔使戒口？有啲媽媽為咗預防 BB 皮膚敏感而戒口。其實冇科學證據顯示哺乳媽媽戒食某種食物可以減低 BB 出現敏感嘅機會，反而過分戒口有機會導致營養缺乏添。除咗均衡飲食，哺乳媽媽平日多啲帶埋 BB 一齊到戶外活動，等皮膚接觸陽光，有助增加媽媽同 BB 體內維他命 D 水平，從而促進腸道吸收鈣質。一家人出去走動下，仲可以令心情舒暢添。想知多啲有關哺乳期嘅飲食資訊，歡迎瀏覽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網頁 www.fhs.gov.hk。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製作。